又可以阻隔油煙，加入鏡面同埋簡約嘅線條設計牆身。TV 櫃加入咗唔同嘅線條弧形設計，平時都可以作為孫仔孫女一個玩樂嘅空間。櫃門係選用咗條子玻璃，可以提升通透感。Hello， 我係 Alice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帶大家參觀一個舊居屋大翻新嘅單位，睇下單位點樣大改造。相信大家都成日會聽到北歐風啦，而唔係北歐風，你有冇聽過呢？簡單嚟講就係捨棄無謂嘅裝飾咧，以實用為主，打造低調舒適嘅居家氛圍。如果大家都係中意簡單而清淡嘅設計，可以睇呢段片，一定可以幫到你哋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。女戶主係退休嘅獨居人士，近年希望住得更舒適，所以翻新單位重新規劃，令空間更加實用。廚房拆除原有嘅牆身，改成半開放式設計。運用咗玻璃趟門，可以分隔開廚房，獨立出廚房嘅空間，又可以阻隔油煙，同時可以拉近客廳嘅距離，可以擴闊視野。選用雲石紋嘅牆磚，提升空間層次，令廚房設計唔會過於單調。浴室改咗入門位置，改動牆身以擴大面積，打破空間限制，增加更多活動空間同收納。訂製隱藏浴門，加入鏡面同埋簡約嘅線條設計牆身，令空間連貫和諧，望上去更加乾淨利落。除咗係訂製鏡櫃同埋地櫃之外，為咗可以滿足戶主可以擺到大型嘅物品啦，咁所以我哋就喺門背嘅後邊做咗一個到頂嘅儲物櫃，利用轉角位置加設換鞋凳，方便屋主又唔佔用空間，實用又美觀。TV 櫃加入咗唔同嘅線條弧形設計，甚至乎有圓弧嘅玻璃元素，簡約中有一點變化，為空間增添細緻嘅調味。客廳燈槽選用暖白色燈光，營造溫暖柔和嘅氛圍，令人放鬆舒適。雖然屋主係一個人居住啦，但係平時兒孫都過嚟探訪嘅。地台除咗係收納嘅作用之外咧，平時都可以作為孫仔孫女一個玩樂嘅空間，同時都可以擺一個床褥啦，作為一個客房嘅用途。嚟到主人房，我哋拆除原有嘅牆身，打通兩間房，擴大可用面積，滿足屋主嘅需求，可以擺放按摩椅。主人房係設計咗衣帽間，為戶主增加咗唔少嘅收納空間，可以擺放衣物啦同埋手袋。櫃門係選用咗條子玻璃，可以提升通透感，加入咗滲光嘅元素，可以增加空間層次。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想屋企改頭換面嘅話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我啊，亦不妨可以參考呢段片，而唔係北歐風。睇完段片之後，記得要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啊，同埋話俾我知你最中意邊一 part。下集見，拜拜。